早晨早餐有約靠，與你閒話家常。嗱，呢個唔係烹飪節目，只不過咧想透過分享早餐嘅食物，等大家可以閒話家常一番，亦都讓每一位都關心我嘅，都了解下我嘅近況啊，一啲病情咁樣嘅。嗱，上一集咧就係去咗野外啊，我哋喺戶外煮食，咁有嘉賓係用心去炮製一啲健康美味嘅早餐。我今日翻嚟室內啦，亦都係長假期之後，復活節假期之後第一次同大家見面。咁究竟前幾日發生咩事咧？咁一陣間先交代，睇睇今日嘅早餐先。老朋友啦，咁啊非常之開心，日日伴住我啊。跟住就到呢個啦，呢個就係納豆啦，係我都好喜歡嘅一個早餐啊！一陣間慢慢品嚐啊！咁仲有呢一個啦，呢一個咧就係羅勒或啲雞胸。咁啲羅勒咧都係一個天使行動嚟嘅，教會有一位弟兄好好啦，咁啊自家種植嗰啲羅勒送俾我，咁啊啲雞胸係咁，呢個就係蒸蛋啦，加一啲秋葵落去啦，冇乜特別啦，咁啊毛豆啦。令到成個嘅早餐有多啲嘅綠色，今日好多豆啊！咁就呢一個啦，又係整色整水紅綠綠，好靚，好中意嚇。甘筍，仲有就係一個冷麵啦，蕎麥冷麵。報時邊樣先呢？復活節長假期咧，我就好似個180萬嘅香港人咁啦，咁就係北上，不過唔係消費，大家都知啦，就係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啦。咁喺第一日假期嘅第一日啦，就4月18號星期五受難節，咁啊一早就要去過關，咁啊目睹咗好難忘嘅景象啦，嗰啲嘅人山人海。咁啊去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，咁啊要做電腦掃描啦，同埋要做其他監測嘅咁樣，咁去到假期最尾一日，即係尋日啦，4月21日星期一，咁我又要做多另一樣嘢，就係磁力共振啦。咁一早要上去，你都知離開香港咧問題不大啊，因為尋日係假期最後一日，但係翻嚟咧就真係又係經歷咗嗰啲嘅蔚為奇觀嘅一啲嘅景象，咁呢個經歷都好特別嘅，一陣間先講。咁啊講翻喺醫院做過啲咩咧？咁就係2日都係攞啲影像數據啦，咁同埋睇翻個身體情況啦。因為一直關注幾樣嘢，譬如白血球啊、血小板啊，同埋嗰個尿蛋白咁樣，都係睇住如果真係出現咗問題咧，就好難再繼續去進行呢個3合1嘅白老鼠計劃，可能要暫停。咁叫做 OK 啦，都窄界嘅。咁而家就睇一睇，究竟聽日或者後日可唔可以開到第5針啦？已經開咗4針啦。今日咧食早餐，差唔多時間又要北上，今次要同醫生去睇翻。簡單嘅回顧咧，因為去到今次白老鼠計劃嘅中期啦，睇一睇究竟過往嗰個進展係點啊！咁下晝要同佢傾咯。咁成個嘅復活節假期就係咁啦，上上落落啊咁。咁當然咧就係目睹咗好多好新鮮、好令我畢生難忘嘅景象啦嚇！嗰啲哇真係我第一次見到深圳灣大橋，即係口岸大橋係車塞得好嚴重，我第一次見，諸如此類啦。咁當然亦都見到好多扶老攜幼，一家大大小小開心去享受呢個長假期嘅。咁而至於我自己咧，喺過關嘅時候，或者去醫院嘅時候，喺途中嘅時候，咁啊多咗好多嘅空間去諗。咁喺眾多人群咁熱鬧鬧嘅情況下，反而我去諗緊點解我哋慶祝咯。咁同埋我自己因為呢個病啦，又要接受治療，所以又多咗生命嘅反思啦。咁究竟我嘅信仰，我所相信嘅嗰位
係一個被羅馬政府去釘喺十字架上釘死嗰個人物，還是一個活着嘅一位嘅上帝呢？你咧，你又點樣歡度你嘅復活節假期？不妨留言。好啦，傾咁多先，睇下究竟明天後天是哪一日可唔可以開到針啊？